现在还有9分钟，还有9分钟，兄弟们，加油加油！一人一个墨镜，一人一个墨镜，兄弟们，一人一个墨镜，一人一个墨镜。希米的干到农家这个么人都一家主要是个别人嘛了，做关注就觉得干到农家这个是控制不的，我把咱妈的，你这个最才里面个多克的觉得老师今天晚上在哪里？今天晚上在抢到中间，讲到中3大项了，有3大项了，所以3件摘起去呢，都深入用的什么人个也是这个大做起来人，3件摘起去呢，都深入用的什么人个也是，哦呀，他别人嘛了从。深入देवा रखा जे तो तनी सगळ्या ट्रॅक हिचुली नि की याशी रेंग को सोनी हिम ना बा से रेंड गज थोंजे गले आजा काउंटर पा देख तना टाटा जो गरे ओ पे निमा अलो तो हिम ना बा हिमिसा 我来明天看你唱歌，明天 OK 耶 ，Let's go。3个墨镜，第一个3个墨镜，感谢武登，感谢我们的康哥，谢谢。最后一个墨镜，兄弟们，最后一个墨镜，黑墨镜，你妈了，最后一个墨镜。哦呀，兄弟们，就这样，欢迎我们的乌鲁加米大哥，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休息一下，大哥。哦，你大哥感觉马上陪我接入3票是没？不要你妈了，从明天后天7月3号不见不散，大哥，7月3号我有一个大型 PK， 大哥加油！感谢港浪美豆，谢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你们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这个40秒过完了以后，保时捷这期就墨迹有的话，大家一起团结下，按这个30秒的过程的，从嘛个娘的都在记着就走路的，不要你妈了，从3亿的都刚到南卡去的个子。欢迎我们的八哥，谢谢。对面来了，兄弟们，对面来了，一起加油，兄弟们，一起加油。3亿的时候不要你妈了，从保时捷这期就加油一把，战队都在记着娘不赢。现在是加长是对，马上来了，3、2、1。感谢农村走马兄弟，我老二叫个这了送来的私人飞机，现在打，现在看兄弟们，现在是加长双倍，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现在加长双倍。哎，他不要你妈了，做欧洲加面大哥，今天晚上不用送，大哥，都跟叫个联系节咋的送你弄你，俺个票马在拉回身上嘛，不要你妈了，这个大型 PK 卡了，今天晚上你休息一下，大哥，欧洲加面大哥。明天、后天晚上7月3号，大哥你加油！后天晚上7月3号你加油，大哥！感谢兄弟，我们的农村总嘛，破烂的叫个这里送了个谢谢农村总嘛，赶紧加个要求农村总嘛，赶紧去！在哪里直播？在三大，今天晚上在三大啊！不要你妈了，从！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小心心墨迹加油，兄弟们，小心心墨迹，走起兄弟们，往前走，小心心墨迹，感谢武定，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小心心墨迹，感谢蔡林来小蔡林的给你们来个3570，保时捷别你妈了从，谢谢，赶紧去，小心心墨迹往前走，兄弟们，小心心墨迹往前走，哥哥姐姐们让我赢吧！我这什么都有，真的。有没有哥哥姐们感谢这个符号哥哥啊，感叹号啊，顿号、斜号，谢哥。榜1、榜2、榜3点关注一下兄弟们，榜一这个第一个作品看一下兄弟们，我昨天宣传了。他这个跟沟通起来引这个行的，你们点把点叫的，页面上面的这么的这那把个军联系的，从口电脑算的别你妈了做，哈里把个要不有的啊，你这个欧洲下面大个从口能算的，拉萨阿环路的那有的，啥你的那要有，颜色嘛就赶紧去直播，破了说这个就颜色嘛就赶紧加绿灯，别你妈了做，等到没啥颜色就这些，明天来不来？自个想不来，自个想俺再多嘛的周跟公爸们从，俺说你那三大用的项目都深入用的项目都生个这些群里你个也是的，搞到那了的，哦，那两才的，等你俺电口盘着个天明，俺拍一个他的根本你也是的的了，哦呀，他不要你妈了从。往前走，兄弟们，小心心墨镜往前走，往前走了。没都搞不就把小号我的这什么途家
这整个，他你家应该的黑么的兄弟，家应该的黑么的，不要你妈了，就干这些农村做嘛。兄弟，我好喜欢你，真的。好的，马路干这去。明天几点唱歌？我们来看你。明天中午11点钟演出，然后下午2点钟有2次演出。一次演出里面，演出天马东北这做啥了？天马这弄了20人参加下讲单估计了。把说现在不知道，兄弟，现在不知道。小星星墨迹有的话往前上一点，兄弟们，小星星墨迹往前上一点，谢谢你们。小星星墨迹往前上一点，将木吐他走了，不要你骂了走。你明天唱什么歌？明天唱个故乡讲的呗。日同别寂寞共了的，一个人去救，兄弟们，一个墨迹，一个人去救，过个家常。2300多个人，一个人去救，兄弟们，一个人去救，加油！感谢我们的卓嘎，谢谢。最后一个墨迹，兄弟们，最后一个墨迹，过加长。第2把的加长关键啊！感谢我们的美杜嘎布刚日里呢亚塞的亚的，让个三把刚日里呢嘎松了，赶紧去，给了要求。欧洲姐妹大哥，你今天晚上不用说，休息一下，大哥。后天晚上加油，大哥，后天晚上真的。后天晚上有一个大型 PK， 今天晚上休息一下。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往前上，兄弟们往前上。小星星墨镜热气球，这个加成上面加油！别你妈了，从你去的话多少钱？零卡的话，你去的话多少钱？先这个私信里面说，他这个等到俺作品去抽卡包安去要给那些什么个，别你妈了，就给家这么忙去。等到有那嘉宾要me抽给me那卡包安中的卡人这话些或者卡包安中一个作品去抽给那些什么个。那卡包卡人这话做就这么，他直播弄俺得做的跟大点不就么个，从嘛双喜走路下，3、2、1。看兄弟们，在哪里？在这杠，讲的现在是加成，最后加成，兄弟们，最后加成一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开炮！最后加成一把，感谢我们的财灵来袭，别你妈了，从对面跟上来了，兄弟们，将我给吐他走了，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保时捷热气球有的话再往前上一点，兄弟们，保时捷热气球再往前上一点，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加油一把，兄弟们！现在首次翻倍，兄弟们，首次翻倍，加油一把！感谢农村总行，普拉尔教哥给这里送了个就这样，兄弟们！现在首次翻倍，再有没有保时捷热气球，兄弟们？保时捷热气球有的话往前上一点，你们好了走，加长卡了，干到弄卡接个的么子，将我吐他弄接不起吗 ？OK， 对，私信里面我们可以谈。小星星墨迹，热气球往前走，兄弟们！现在私人飞机和保时捷不需要。后天晚上大型 PK 打，对，江的现在自个森达县，对，森达乡，江的总森达乡的，送你热脸啥？哦呀，在我们赢了，兄弟们，赢了！别你妈了，赢了！讲电话绝对没有，这个节目绝对没有讲电话，有一个东西以后也没用，还是我们赢了。我们是2万多票，兄弟们，2万多票！别你妈了，2万多票！渐渐觉也发痛。가든 힘은 넘바. 당가 그 자른 동보니 바 삼바터 소리 사히리리 조와 힘은 넘바. 사히리리. 네즈 그 자른 동보리 나나 중부 중대 랑칸이 총리 조질 하총고 가겐임 그 다가치. gen koron ko chong ko de ni ju ni ma la sa le ni ka chong cha do she yo no ba chong ma ka re yo ji de den zang che no ba ka chong mo jang le ra pe ni ma lo chong ni ni ka re ngo bu ga gen to jal hong gi sk ka ro chung jo zo ka ma mo zi ma gen ka ma mo zi ma le ni re hong nga che ri gi sk ma nga che ri
大地可是翁不先见也没着都落这几人啊个亚到有那么子，可是我们都去讲个话演跟演多嘛嘞呀，老板钱不讲着演呢。翁不先见也没多，没嘛那个翁不先见也没多落这几人啊亚到有没有呢？让普通朋友的可身份证的可帮助真的，你的把那配对着脱结果真的，你的没俺去了行两几个，现在把两个真的那两没算到，刚给他就跑干帮助是个嘞。偏找么图是可别你妈了从个，等你起码好的要么有了哈搞啥的，等你做鸟啥自由着嘞。哦呀，等着这做吃饭，做就做。然后我的帮俺农村做嘛120个人帮着下帮俺，欢迎铁林佳那是100运个人帮着哥，下帮上，铁林那是100佳运哥，个人帮着下。你帮我打他，佳运哥，那你帮我打赢了，我就给你，我给你寄都觉得吃。这传栏目点点关注兄弟们。佳运哥，你帮我揍他，打赢了我给你寄都觉子。过去。过去就过去。妈的个！公主把的铁林给要俺国家去接入去，说10遍，你慢一点儿，你别秃噜嘴。边慢一点儿边做蹲去边说。刚吃8点，刚吃8点给要俺那么吃入去，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了。刚吃8点刚吃8点给，Get you，要俺那么吃入去，那么吃入一嘴，俺就是我，那就是我，俺那不是俺啊。不是俺啊！那么吃入去，啊妈吃猪弄须，弄去不是。不是你怎么还生气了嘞？我还没生气啊！了。说了那么多次，我不会说汉语时候，你给我教的好，我一下就会嘛。你为什么不会呀？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刚吃8点你会说呀？刚吃8点。给予，给予。这个特别标准。啊，那么吃入去，那么吃猪欧猪。去，儿子。哦，那么吃入去，是。哦，再说。刚吃8点，阿妈吃猪东西。不会说什么？你妈了去！你妈！凭什么你每天晚上给我关小黑屋？为什么他说一晚上你妈了个钟，他都不关他？不是妈了个钟，那个是你妈喽！你为什么不让我说普通话呢？普通，你以后想来西藏嘛，所以我给你慢慢教藏语呀。我不用，我去西藏也可以说普通话，那边藏族人民也可以说普通话。不知道的人多。肯定现在谁不会讲普通话，哪怕不会讲也能听懂。过去，我给你叫什么，你好好说。这样子，刚吃8点。刚吃8点。你是一个大傻。我得去过你。你是一个。你今天晚上好好玩，不记得好，那15根虫子我不记了啊。我现在就在好好玩。凭什么你好好玩？刚吃8点。你是一个我心目当中里面最爱上的一个男人。你是一个我心目当中最爱上的一个男人。我舍不得你，怎么办？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怎么办？你把所有的那么全部淘汰一下，我可以参加吗？说视频。你把所有的那么全部淘汰一下。淘汰一下？淘哪儿？淘汰，不要了，淘汰了。
你把所有的那玛淘汰一下，可不可以让我进去？不可以。看嘛这样给不可以就算了。我的气不，你继续说。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那玛都淘汰一下，让我进去？看嘛这别你妈了怎么的？就什么给我灵验，瞎给嘛。可嘛就你妈了个钟。妈了个钟不是你妈了。给你妈了个钟。但我一小美女，你挖得起吗？不是我听的就是这样子吗？你妈了个钟。不是妈了个钟，你妈阿喽。你妈阿喽。对。你妈阿喽个钟。好，中吧。但你先做个惩罚嘛，先做个惩罚。你们听的刚才把你把所有的那么淘汰下，我可不可以参加？求你了，说。刚吃巴的，你把所有的阿玛都淘汰一下，我可不可以加入？求你了。不是阿玛，那玛。那玛。对，不是阿玛，阿玛就是妈妈呀。妈妈淘汰干嘛？你疯了吗？刚吃巴的，你把所有的那玛都淘汰一下，我可不可以加入？不可以。他看嘛的，下给嘛去，不要你妈了，看嘛的。西木个下发干木个罗哈也哈高的叫，不要你妈了。说。你敢不敢把这几句话给我翻译一下？说。刚吃巴的，你能不能把那些所有的那玛都淘汰了，让我加入一下？求求你了。不要你妈了，怎么个？就三叉再往你那么个，叫高干有点西木个那个灵验。瞎给嘛？谁给我翻译一下这几句什么意思啊？瞎给嘛？就瞎给嘛？你瞎给嘛？no， 我才不是瞎给啊，知道不？我是干啥？你就是个瞎。懂了你妈想着马上骂了定的，错了没见讲的。我是一个康巴汉子的味道，你才是瞎给嘛？双脚狗肉。你瞎给嘛？瞎给嘛？瞎的咕噜。哼，不该听懂的那些全部要听懂的，该听懂的这些。你个小虾米！小虾米，你才是小虾米。对，小给嘛，双脚狗肉。啊，你最后一把说一下，我是双脚狗肉，说3遍就可以了。我是你三舅姑奶奶。姑奶奶不是双脚狗肉。你三舅咕噜？哦，对，我是三舅咕噜，说3遍就可以了。我是你三舅咕噜。我是你，不是你，不要加嘛，直接说我是三舅咕噜，我是三舅咕噜，说一下。什么意思，家人？谁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三舅咕噜？不会解释，那个话会解释的，现在没有。这个我们本地的话，反正是好处。我是三舅咕噜，说3遍。我是三舅咕噜，我是三舅咕噜，我是三舅咕噜。啊好，那我从今天开始叫你三舅咕噜啊。哎 ，Let's go。看什么嘛？不满意吗？不开心吗？来，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三舅咕噜。天然问一下豆包。我给你，豆包，你打开一下，别说话。我跟你说，豆包，在藏语里面，三舅咕噜是什么意思？哦，对，豆包知道，真的知道。一个虫子的名字，啊，佛陀。佛陀上师莲花大士。哎呦我的妈！金刚大师。不是可以，我就是三舅福洛，我就是大师。OK， 拜拜我吧来。哦。哎呦我的妈！可以。你自己开心就可以了啊！好。对，金刚大师。听嘛。你说的三舅咕噜是口语谐音，标准藏语读音是桑杰咕噜，桑吉咕噜。拆开给你讲清楚：一，桑杰三舅，
藏文 Sangye Koreku 意思是佛陀。桑从无明迷惑中觉醒，清净一切烦恼。不对吗？对，聪明的很。这豆瓣说的呀。这个豆瓣这么聪明啊！这个豆瓣。豆瓣，藏语里面你妈熬了个冲是什么意思？妈了个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没有的那些话加上去干嘛？尼玛阿罗。先分清2个关键点，解开这个谐音误会。一，尼玛本身根本不是脏话，藏语尼明尼姆 NYEMA 音译尼玛，本意是太阳，是很神圣常用人名。尼玛等于光明、太阳，藏族绝不会拿这个骂人，和汉语你妈只是读音碰巧像。二，你好吧。对，你说的不是骂人的这个豆瓣解释的特别棒，真的棒。你说我是个太阳是吧？对，你骂了，大概马上就过了，你骂了从。我是一个太阳女神是吧？对，你骂了从下给嘛，太阳女神下给嘛。哎呦我的妈！ OK， 我觉得你这个下给嘛名字特别好听，真的，你特别合适。这个下给嘛，藏语里面下给嘛是什么意思？这个好听，对不对，兄弟们？下给嘛，真的好听。你听到的瞎给嘛，大概率是口语听错的谐音，分2种最常见的情况：一，最高概率听错了扎西玛最贴合发音，原词 Plomingu 扎西玛一，拆分扎西等于吉祥，马是女性后缀。二，含义吉祥的姑娘，吉祥女子。对，吉祥的吉祥的姑娘的意思。汉语翻译的话，吉祥的宫女，吉祥的姑娘。那我就是个下给嘛喽。对，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叫下给嘛。对，这个名字啊，豆瓣你棒啊，豆瓣，感谢豆瓣的支持啊，谢谢豆瓣啊。怎么他们都公屏说不对呀？真的对啊，这个下给嘛，很好的一个名字呀。太阳。他们说你的意思是我是个干蚯蚓？最下给嘛，他们跟豆瓣厉害吗？你开玩笑，真的。来，干蚯蚓怎么读？在藏语里面，干蚯蚓。干蚯蚓藏语没有呀，干蚯蚓。你下给嘛，先是姑娘的一个意思嘛。那你说一句，我就喜欢下给嘛，你说。我喜欢下给嘛，对，我下给嘛了，干嘛着？那你说我也是个下给嘛，你说。我用下给嘛嘛的。你说用普通话说，我就是个下给嘛，你说。我就是个下给嘛。我也是下给嘛。怎么了呀？这个怎么不敢说呀？好，那你能说，那我也能说。对，我也能说，你也能说。可以。接了。接呗，我下次叫你下给嘛啊。可以，那我也叫你下给嘛啊。我是男的嘛，男的没有下给嘛呀。那我就叫你男下给嘛。男下给没有。有，我说有就有，你是男下给嘛，我是女下给嘛。哎，男的根本就下给嘛不合适，下给嘛这3个字必须要加上女的上面。男的，我说能加就能加。男的里面叫什么你知道吗？孙脑热了。男的叫什么？孙脑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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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孙脑热了。你是下给吗？我是孙脑热了，这样子我们2个合适。脖子太长的意思。脖子长的是天鹅颈啊。对，天鹅颈很好呀。对，我的意思就是你。对呀，你看我脖子这么长，你脖子才这么短。对，所以你是下给嘛。
哦，这个谁看我这给你翻译标准的天鹅颈，你看天鹅颈怎么样？这个谁给你翻译了？脖子太长的那不是？他们公屏上说的脖子长的意思，他们有夸我呢。点聪明，真的，他们有点聪明，就是脖子有点长的意思，然后看起来是脸白白的意思，瞎给吗？啊，那不难听嘛，对不对？不难听，天鹅颈嘛。对，像你这种大粗脖子又粗又长久骨肉就是也像这个你的脖子这个长久骨肉一模一样。就这样啊。明白了哦。对对对，特别好看，真的。那个豆瓣给我编一段，就是藏族人哈，自己调侃自己，自己嘲笑自己，自己骂自己的藏语的一段绕口令。藏式温和自嘲绕口令，无粗俗辱骂，藏族传统自谦搞笑风格，纯自我调侃，不伤他人。附音译加直译加中文释义。藏文原文：Lang na mi da nama do so nama da naguda Lang na mi da nama do so nama no Lang na mi da nama do so nama da min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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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这段话送给你。不要放，这样放的话，我家人们都生气了，真的。我又不懂，这豆瓣说的，送给你，反正。对，这个是藏语里面骂人的，来么这个美了这个饭呢，饭了么这个美饭了一个心呢。我听不懂，反正全部都送给你。不要了。不要，不行。你下给马和长久狗肉你自己录制就可以了，我不要了。我要报仇。没有啊。你刚才说了允许报仇。来，我们打一把什么？我们打一把榜20。你刚才说了，第一把总榜，第二把打榜，而且听书家来电。刚才打之前就说了。榜30吧。多少？榜3。榜30可以。太多了一小，我不会看嘛。刚才我就说了，听书家来定，第一把总榜我输了，第二把要听我的。哎呦我的妈！听书家来定。那榜什么，好不好？榜20最低了。再最低便宜一点嘛。便宜不了一点。哎呦我的妈！最低榜20。我们是不许讨价还价。我们是榜20。榜什么？老朋友，第一把总榜我已经让你赢了，这就是老朋友，我才故意让你赢的。第二把你应该让我赢了吧？你自己没有实力，故意让我赢了是吧？哼，笑死我！那你也没有实力喽，打个榜20都不会打。会打就来。下给嘛来。开会。开就开，下给嘛来。那就狗肉。来哥你们干他，气死我了。家人同胞的家人年嘛的不，家人同胞的家人年很那吧？别你妈了这，榜1到榜20，榜1到榜20。家人同胞的家人年嘛的不，别你妈了这，没这个保时捷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加油就走路的。3、2、1走，可能我要走了的保时捷的很那吧？你妈了这，干到那个接的个子，家人同胞的家人年嘛的报了。榜1到榜20，兄弟们，榜1到榜20，家人同胞的家人年，买开飞机俺坐票嘛得打个嘛，没这个飞机的不如坐票上嘛，不要你妈了坐票上嘛，保时捷差不多，你这个我要作用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我要作用的，家人同胞的家人年嘛的报，没这个保时捷的什么呢？飞机的接的跟那咖喱卡不有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没年和什么能吧？
保时捷节目没年和要怎么个安个东北的节奏的没看这个大别你妈了做，我要最来的可能难到的，但难嘛到但难到嘛他，安个东北节目别你妈了做所有的大哥大姐嘛，保时捷节目看这要上个。跑车加成大事，加成得做了，我要做的加成，康谁干么个开心中个侮辱见面大哥，那么多人被你骂了操！我要做的加成来看你，那就比如我相信你兄弟，吴登有，永红大哥有。别你妈了，这都跟我有么直接么个，要来了嘛，就这个，么当个么，今年上阳啊，这等这个接上这下去，最后7个人没接上这个奖啊，你要这个奖啊，最后5个人加油，最后5个人，别你妈了，出来要啥个，打来要啥个，我要做了的呀，我要做了的，前30秒翻倍啊，兄弟们！前30秒，准备，来做好准备啊，哥儿姐们，我要开始发了啊，做好准备，来3，立好票啊，打前30秒翻倍啊，来2，来1，开麦，来上，兄弟们，快，感谢我这个横竖大哥，感谢保时捷，感谢阿大哥兄弟。保时捷，没得这个保时捷的，感谢农村总嘛，感谢公司干部，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没得这个保时捷的，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跑车，破烂儿交个这里送了个姐，前面没有上过的兄弟们，我看一下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我看一下，你妈了这家人等吧，家人等吧呀，到点了，别你妈了，这保时捷才是家人等吧，家人结巴个呀，到没接上很久的，感谢用户大哥送来的279，破烂儿交个这里送了个就这样，就这样，兄弟们，来的就是效果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那你可谢，帮啊大哥，帮啊你拍起这点，帮啊你帮起，帮吧，用户大哥家人结巴个结啥啥，家人结巴，俺这个加成卡了，天马东北个加成卡的那保时捷去不入的家人结巴个用户大哥卡住，家人给我大哥加油一点，家人叫我大娃大哥家人叫我大娃加油，05家人接把05加油，家人叫你把各种栏目这样个加油，感谢我们的吴丁，谢谢兄弟，我拉着叫个送了个去。别你妈了，这当年这个家人结巴，哥吧，家人哥呀到点了，干嘛接家人个家人哥个呀到，节目碰的干嘛家人哥个呀到点了，干嘛俺家人个天俺一直开的个，家人哥个呀到点了，从嘛个那个保时捷的记录的，希望能把现在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成过一下，保时捷啊，等俺保时捷节目你怎么的这个加成卡了，保时捷的记录的。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保时捷这期就有的话现在上，感谢欧陆加美大哥，谢谢兄弟，感谢农村总嘛破烂儿交个这里送过去，最后3个保时捷，最后3个保时捷，最后3个保时捷，兄弟们加油，最后3个保时捷，最后3个保时捷，卡住，你妈了，错2100多个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最后3个保时捷，感谢欧陆加美大哥再次送来的保时捷，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最后加油，最后，感谢南念哥，谢谢兄弟，最后一个保时捷，一个墨迹，一个保时捷，最后一个，感谢王大哥，谢谢大哥，破烂儿交个这里送了个最后一个墨迹，兄弟们，最后一个墨迹，最后一个墨迹，过加成，兄弟们，过加成，最后一个黑米，哎呀。当年这帮我买的包了，利息节目跟没说节的，就在家人同胞的家人俺娃买的包了，没说就，哎呀，电厂的俺这个家人给我拥护大哥，保时捷加油！家人叫我点把个保时捷一个加油，家人叫我都大娃跟你加油都，家人叫我你年可没叫，等下保时捷节目你怎么的这个保时捷的现在首次翻倍，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首次翻倍，别你妈了，说保时捷没那日期就这，感谢吴登，谢谢大哥送来的飞机接给了吗？吴登，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吴登个飞机接钱差哪了的，别你妈了，说家人叫我，点把这个，点把，可不可以送一个保时捷？大哥，家人叫我。
家人接吧的，家人接鸡巴，大瓦个加油，大瓦个家人接鸡巴，家人叫你把零不加油，零不加油，家人接上吧，格上啊大个加油，家人接个把拉姆加油，拉姆，家人叫啊把车林拉姆加油，家人接住把多接加油，家人接定把，他电脑马在接多么个，干嘛俺们么子不要你马路从这多么个。干嘛俺们么子多么个？家么个家人你，家人这个也到了干嘛人家多啥子家么？不要你马路从啥？日期就日节日的对面个节嘛都能起码能把电话节嘛牛子没同这个日期就日就三八日节日的电话节嘛牛子，所有的大哥大姐们，节目家人你也到了干嘛人家看多啥？你这帮上，侬妈这节目个帮上帮来侬。这个嘛，你这学术大部节目都对了，感谢我们的干爹冲，破烂的叫个这里送的个就不要你妈了，说干嘛俺们对谁们个，干嘛俺们对谁们个，但是么你可是热气就300年，这才对了，么热气就300年，所有的大哥大姐加油，几把爬上不要你妈了，说家人捐你把你过最，家人捐你把你过最么的个热气就热接入的，家人捐你把你过最么的个热气就热接入的，家人捐你把你过最，家人捐你把。家人捐你把能够最没的个热气就热的起么那么家人捐你把能够最没的个热气就热的起么那么家人捐你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不要你妈了，他家常看了，家人捐你把家人捐你把家人加上把等把加油，家人这个把零把加油，家人这个把家人捐啊把格上加油，家人绝对把扎把加油，决定大瓦加油，要上7路加油。家人你也可把车林拉姆感谢用户大哥，谢谢用户大哥。等一下，这个加成过完了以后再看，兄弟们，这个加成过完了以后再看，这个加成过完了以后不要你妈了，这个加成一定要过一下，兄弟们，这个加人加上你们这个日期就这没等，他们那么没等个日期就等，加成看了就介入的不要你妈了，从。家人这个把干嘛参加人个喷的，这样啊把干嘛人家人个。就等，就这个，不要你妈了，这家人你把儿子，哎，可小时候没找么接到什么，儿子小时候也找不到这个啥加入的，不要你妈了，从，没等个日期就等，家长看了就介入的，等下日期就接嘛牛子，没等个日期就等，他们那吧，等下日期就接嘛牛子，家长看了日期就等，加油就走路的，日期就没么同这个，他们你的介入的，他们那吧，他们你的。家长看了，他们你的，不要你妈了，从帮了，他这个干嘛干这么个干这家的人，你这门片对了他，小时候大不啥家的过来着，打的是帮20，兄弟们，打的是帮20，帮7个也到对了，日期节目个。现在马上来加长了，兄弟们，等下日期就节目就能得看了，没得这个日期就能得看了，节日能得看了。现在打兄弟们，现在打，没得这个日期就的加长过一下，加长。没得这个日期就的，等下日期就节目牛子，没得这个日期就能得看了，他们那吧，不要你妈了，做日期就节目牛子。前面没有上过日期就的，现在上一下兄弟们，日期就，感谢欧陆家面大哥送来的日期就，谢谢大哥，最后兄弟们，感谢嘎布克就这样，不要你妈了，从感谢我们的大吉桑呢，那么感谢干的，他怕是开了月，不要你妈了，从多公感觉找我再寻他，加下加跑马的打几把爬上坡，猛啊，给他家常看了很介入的猛啊，打马就先等一下，等下日期就节嘛，你说猛啊，个日期就介入的猛啊，个日期就卡住猛啊个日期就他们那么猛啊个日期就介入的猛啊个日期就不要你妈了，从来找我节嘛，你等下日期就节嘛，你说猛啊个日期就的家长看了介入的加下讲一次开啥子。不要你妈了，从开啥子？加下开啥子？你加下，一点加油一点。前面没有上过日期就的，一人一个日期就一人一个。感谢我们的13150大哥破烂儿交个这了说，13150大哥，赶紧去要求嘛用。赶紧去，一人一个日期就兄弟们，一人一个日期就，对，前面没有上过的，一人一个日期就，兄弟们，一人一个日期就，俺做个帮20加油，帮19加油，帮19家人接吧，嘎瓦叠冲加油，家人这个吧加油，大吉桑那加油，兄弟，大吉桑那加油，嘎瓦叠冲加油。
嘎瓦点钟加油！1314520大哥加油！1314520大哥加油！1314520大哥加油！不要你妈了，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加下加开的，大人拉嘛加不要你妈了，加下加开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最后的那家人这个的家人纠结你加油去些的，家人纠结的这个你加油去些的。家人纠结没得那个你张妈就做黑么的，家人纠结的不要你妈了，是干嘛追家人个？嘎瓦点钟加油，嘎瓦点钟加油，嘎瓦点钟加油，家人年和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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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你，家人年和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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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破烂人叫个自己送了过去，家人年和把加油，家人年和把，家人年和把，家人年和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家人年和把加油，家人年和把。家人年和把营养，家人年和把不要你妈了，家人年和把干嘛参加节菜的，家们干嘛参加节菜的，儿子家人年和把，家人年和把，家人年和把得来的，儿子家人年和把，儿子家人年和把干嘛俺家来的狗，不要你妈了，做来的个儿子家人年和把，他开的要个不要你妈了，做开菜的他，看一下兄弟们，看一下啊，他的榜20，450个票，他的榜20，够了，打马接。他的榜20，这个用户这个，他的榜20用户这个450个，450，俺这个榜20了，668，大几十呢人个，大几十呢，破烂的叫个这，赢了，你妈了这赢了，但亚几是等的亚几个早是等的我给他们那把黑蛮尖嘛做的绝了嘛了，大姐黑了了不要你妈了从，家人你把农村做嘛15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150个人关注下卡住，都跟粉丝动作去做了农村做嘛，哦呀电厂的俺这个五等，家人是把五等，粉丝人家个关注就粉丝俺家做的，粉丝人家个关注就的五等，家人是把五等，卡住他们那把。电厂的俺这个家人一娃的跟各种拉做么的，前头把拉做个的人呢，家人一娃大哥了，没人家个关注接入，没人家个你们能吧？做鬼手是好的兄弟。你做惩罚吧。什么做惩罚？我榜2800多票，你才600多票。你榜20才有400多，我的榜20才有600多呀。我榜2800多票。你好好看看，你看错了，你不会看是不是？我教你啊。截图了。你截图拿出截图我看看。截图是今天晚上的吗？刚刚截图的。过去做惩罚。事情。把是这个女人越认识越不好好说的嘛。你笑个屁，瞎给嘛！我的榜20的票。对呀，我就是在笑个屁呀。668和450哪个高？你是不是应该多给我发几个红包？你看我把你教会了打榜20了吧？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骗你了，瞎给嘛是？对，家母骗我了。不是，你要感谢我，你要给我发红包，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是你的师傅，是我教会了你打榜20，对不对？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我？啊？你是不是应该感激一下我，感谢一下我？哦，感谢老师。没事儿，你给我发个红包就行。好的，感谢老师。好的。我给你发一个520啊。好，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我们的帽子你发给他什么吧？这不要你妈了，兄弟们呀！过去做惩罚。你怎么对你老师说话？你对我态度好一点。老师，请问你起来做个惩罚，麻烦你了。这还差不多。那我就勉强站一下吧。有何贵干呀？过去换个裙子。我就这一条裙子，没得换。这不好看呀！这我说了算呀，肯定我赢了，我说了算呀。那你想看什么样的裙啊？白色的裙子穿一个呗。白色的裙啊？哦。你要白色的裙还是要白色的短裤？白色的短裤 ，Let's go。
白色的短裤啊，变数，亲爱的港直八点表白一下，变跳 disco DJ，Let's go。哎呀，我的裤子呢？这条怎么样？哦 ，Let's go。吊带要不要穿？吊带什么意思？吊带就是吊带呀。哦，这个换个衣服，上面那个衣服这里不合适。衣服要不要换？肯定要换轻松一点那种。哼，不是，小精神一点的，精神一点的，不要那么宽。要，好的，要。我不知道，兄弟们，加一加给好好没有。你们要的话要，评论里面打；不要的话不要打嘛。Vraiment pas de zan zon ci se pe ni mars ni nara hevr ni po ja de zer. Ne ts kichara ni khatin da shepo dang pola sun kichi. Kichara ni po kama tuja touch re je ja gi lo. 你妈的，点点关注，兄弟们，点点关注，榜1到榜20，点点关注，榜1到榜20。给我也点点关注，家人们，给我也点点关注啊！榜1到榜20，点点关注，榜1到榜20。怎么样？哦，现在 Let's go。现在 Let's go 了吗？日本里面给我也点点关注啊，家人们，谢谢大家。日本里面说表白我，然后就变跳。DJ 快速的版本，跳完了以后2个脚杆连起来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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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种。什么鬼？嘟嘟个锤子嘟嘟，什么意思啊？哦，没有套呀。嘟嘟什么嘟嘟？就2个脚杆这样动呀。哦。OK， 这样啊，放音乐。你放，我没音乐。哎 ，DJ 伴奏，你这里有吗？放吗？你来。哎呦我的妈！我没有。咱们点个关注，亮个灯牌，送人气票啊！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对，点点关注，亮灯牌。蓝牙已连。不是我给你的声卡呢？蓝牙已连。我给你的声卡呢？没用，作废了，不好用的寄过来，真烦死。你没有用，你寄回来给我，你还给我，你不要作废嘛。你还给我。你给我新的声卡，你其他那个放吧，给我寄一个嘛。你放在那儿，反正也没有用，你寄回来给我嘛。DJ 来。我要烟霾。小瘪三。港七巴登，你好优秀啊！你好帅呀！我好喜欢你哦！港七巴登，你是我的男神，你是西藏广袤的土地上、广袤的高原上最闪亮的雄鹰，你就是我的英雄，你就是我的 Superman， 你就是我的偶像，港七巴登，我好喜欢你哦！港七巴登，你看我的身体在为你摇摆，我的心脏也在为你摇摆。港七巴登，你喜欢我吗？电量低了，没电了，快点充电。关闭声，走。港七巴登，你看，你愿意把我给收了吗？虽然你有53个老婆了，但是我不介意，因为你就是我的神，我的男神，你就是那个最帅、最优秀、最有力量的雄鹰。
没电，你先充上电吧。时间到了，他们说没有到，还有2分钟到点了。还有1分钟。敢吃巴丹，敢吃巴丹，我爱你。敢吃巴丹，敢吃巴丹，敢吃巴丹，你好优秀。敢吃巴丹，敢吃巴丹。走。啊，敢吃巴丹，敢吃巴丹，你也爱我吗？你也喜欢我吗？不喜欢你，瞎干嘛？下地马。公主 blue， 公主 blue 下地马。对，公主 blue 瞎干嘛？我不喜欢你。公主 blue 下地马。对，下地吧，公主 blue。下地马。我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了，我也不喜欢你了。那你刚刚你为什么笑我去走了？我先把衣服换回来，有点不得劲儿。那你刚刚为什么笑我去走了？别你妈了，这瞎干嘛？刚才我是被你给逼的，逼迫。你是逼迫，办法做的特别到位，兄弟们，别你妈了。